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哎啊！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。没有岔路口啊。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！我读书少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嘿，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。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石墨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了，桃子哎。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这不算偷的，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什么？你醒醒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都缴过费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池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池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池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退下吧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。池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最近这么多异常，也许我的确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。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显示，你可能患有解离性同一性障碍。说具体点儿。解离性同一性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多重人格，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，比如长期受虐待，或者遭受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。人体就像一部机器，当心理无法承受痛苦时，自我保护系统就会开启，会幻想出来一个人替自己分担痛苦，而幻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受害者的亚人格，也相当于一个身体里边居住了2个不同的灵魂。这话怎么说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可是我的家族中没有人有精神病史。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。我知道池先生突然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一时有些困难。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你所分裂出来的这个亚人格并不具备攻击性。最近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？没有。亚人格与核心人格之间没有联系的话，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而他却能感受到我的存在？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。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。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你刚才说那么多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参考性。池先生，其实你并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双重人格不见得就是个坏事儿。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生活压抑状态，那么身体会急需一个宣泄口。这个时候，双重人格的出现可以帮你缓解身体所承受不了的压力，反而对身体来讲是一种治愈。池先生可以借这个契机进行一次自我治愈。如果池先生需要帮助，随时来找我。无稽之谈。郑小姐喜欢在这个咖啡厅喝咖啡啊？废话少说，我东西呢？哦，东西带了。最近我可是早出晚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啊。
这就是第三者啊？准确意义上也不算第三者，毕竟池先生目前是单身。你就查到这些啊？看来你这个无所不能，也就这样了。池先生平时为人谨慎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好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哼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你给我量身定做的旧情难忘套餐，现在开始启动吧。我到了，钥匙在哪？钥匙放在了门外地毯下边。别墅里边的佣人今天休假1天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弄乱屋里的陈设。还有，别跟任何人说是我帮你进来的。你们听好了，不准乱动这里的任何摆设。是，大小姐。对不起了，表弟，谁让宝珠是姨妈看中的媳妇呢？今晚在这里能看到狮子座最绚烂的流星雨，就和3年前那样。作为核心人格的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响到它。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吗？你体内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。另一种人格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宋总督，什么事儿？石总，郑小姐可能去你那边了，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谁让他过去的？对于她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，就是希望你能注意一下态度，别为难他。还有，姨妈提了一下，要我说，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的。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石墨，你回来啦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只想亲手为你做一次饭，来弥补我当年从来没有为你下过厨的遗憾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郑宝珠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很多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一种幸福。我当时没有体会过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。石墨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郑宝珠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记得。你看当时他的表情可逗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我是觉得你特别好笑。当时。所以你这个就是哎，流星雨！哎，你看，快去！哎，真的。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哇，真漂亮！哇，那还有，你看到哪儿去了？对啊。哇！哎，石墨，你这是新一轮的对我羞辱吗？啊！宝珠，石墨，你肯原谅我啦？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嗯，来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宝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汤，你尝尝。
这里边的蘑菇我切了好久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汤。如果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改进的。你看，我都切到自己手，好笨啊！相当不错。把这个再做一遍给我看。啊？如果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，那你随便选一样还原给我看，我想没什么难度。郑宝珠，以前的迟墨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可不会找那么多帮手。郑大小姐，我郑宝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放低过身段去讨好过别人。为了你，我没有怨言，我心甘情愿。迟墨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喂，啊，金秘书，你说。老板，老板，该起床了。金秘书才几点？你是不是定错闹钟？老板，您今天的行程是上午8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在公司的大会议室；中午12点核心媒体部会餐；下午2点您还要和……别说了。石总，客户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今天行程改变，我另有安排。改变行程？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。表哥，放轻松，别一天到晚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。笑一个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呐，就要明确分工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得做恋爱永动机，有赚有花，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？大哥，我去约会啊，你帮我？不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老板这是怎么了？听说他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，应该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？是吗？这是好事啊！得让姨妈知道。走，跟上去。你说这个旧情难忘套餐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昨天晚上一个昨日再现就打动了他，今天我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收服他的心呢？我就说吧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做，我保证他能投怀送抱。都这个点了，迟墨怎么还不来找我呢？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来找我，不会耍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据我所知，这迟先生不是这种人呢。他以前不是，现在说不好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这。聪明聪明，要一起吃晚饭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，等我啊。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
好烦。肯定是个女的吧？其实是我的初恋。3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之后一直没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。那你会跟他复合吗？你希不希望我跟他复合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好笨蛋，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，那就是你喽。接吧。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，高峰期肯定堵车。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店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得了，迟梦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，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。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兰梅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
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果然，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。喂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